生好，我还是喜欢他，最好是演女生，因为他演男生呢、大家说他好迷人呐、怎么样出人家的豆腐、啊？如果他演女生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出他的豆腐嘛。我喜欢他做女生，因为他演男生的时候老吃我豆腐，好讨厌，好烦哦。奇怪呢，我喜欢他吃我的豆腐。怎么说呢？我喜欢他演男生。如果他是男的，今天结婚也是我们两个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，老羞羞羞。只有喜欢他吃我豆腐嘞，不是别人都可以吃我的豆腐啊！你搞清楚啊！男生好啊，因为他在电视上给来宾感觉是英俊潇洒，而且我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那种型的。男的是舞台上，我当然不喜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台下，我们看到他游泳的时候穿的泳装才迷人呢。我有一个印象啊，就是说从前拍戏的时候，他也是演女的，我也是演女的。那个时候就是台语影片《山凤正武林》。那后来我们就在电视上演的大部分都是小生啊，他演男的，我演男的，要不然就演兄弟啦。那如果有一阵子能够相反说，他演女的，我来演男的，那个时候在我的怀抱中觉得怎么样？这样子啊，那我可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一向都是演女的啊。如果她在演女的话，那我不是没饭吃了吗？